下动物园里出外景，导演邓维顺正在拍摄儿童客语教学影片。小朋友，我们现在要来教跳舞喽！想好吗？都会搞爱吗？哦，所以你要教他们把童谣结合舞步，对不对？更容易说说唱唱。所以说，想好吗？你想学吗？都会搞爱吗？可以教我吗？做得搞爱吗？开始。天若真神奇，重量真亲子了，又跳又便利。已经迈入第5年，出版客语有声书，全台仅此一家。新式的客家童谣，把流行与生活写进歌词，拉近学习距离。那我是想说，客家的东西还是真的要跟现代比较时下的生活有关哈。那我们学起来应该会事半功倍了。表演团体里也有非客籍的孩子参与演出，反复默念吟唱。邓维顺其实提供平台，让孩子们建筑自己的成就感。小朋友在学校1个礼拜1次学客家话，那我这个呢刚好要拍这个 DVD， 等于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延伸、一个复习一样，给他们更多的一个舞台。语言传承必须向下扎根。邓维顺希望自己的客家说演剧团似火种，虽然渺小，也能星火燎原。我是希望我借着一个小小的力量，来供凤央虫也是一闪一闪小小的光嘛。我希望说这个当做火种，可以把客家的母语老师，给他一个新的教学方式。小朋友都是客家人吗？我是哦，3个是，那你们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们从这几次呢进入校园里面也好，或是从这个团体身上看到的也好，其实学客家话已经好多都不是客家族群，这对于客语的传承绝对是一个很正面的力量，容纳更多人来学习，继续向前。唔想好冇，做得搞爱冇；唔想好冇，做得搞爱冇。